大家好，又係我經理28，歡迎嚟到經理工作室，呢度係銀行28樓，一個專門同大家分享非投資產品同理財技巧嘅地方。開始之前，唔該大家撳一撳個鐘仔，訂閱埋我呢個頻道，咁將來有新片出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， 仲可以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最緊要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經歷，話唔定我之後會拎你嘅經歷出嚟，再分享俾大家聽添。咁今日想同大家講啲咩呢？最近就有唔少朋友問我，見到新聞話香港將會推出一個叫做智安全 Money Safe 嘅新功能，究竟係咩嚟呢？同埋大家都想知呢個智安全 Money Safe 又係咪抄新加坡嗰啲 Money Lock、Digital 呢啲功能呢？用嚟防止詐騙真係有用咩？點解無啦啦要搞呢樣嘢呢？咁今次呢，我就會同大家講清講楚，究竟香港推出智安全 Money Safe 背後嘅原因，睇下而家詐騙情況有幾誇張，順便同大家簡單比較埋新加坡嗰啲做法。等大家睇完呢條片就完全明晒。咁準備好未？即刻開始。咁開始講智安全 Money Safe 之前，梗係要同大家交代下背景先啦。究竟點解香港要搞呢個智安全 Money Safe 呢？其實最主要原因咪就係而家詐騙案真係誇張到爆炸咯。你哋有冇發覺，依家真係每日都收到詐騙 SMS、WhatsApp、email， 仲要有條 link 去假網站，仲要整到好真咁，話你信用卡出事，話你戶口要更新，快遞送唔到，咩鬼都有。成日有觀眾 PM 我問嘅信息係咪真，搞到日日都好似要幫人 fact check 咁。根據數據，香港2023年就已經錄得超過6.6% 嘅數碼交易懷疑涉及詐騙，呢個數字高過全球平均32%嘅喎。呢啲嘢香港真係冇得輸。不過講真，一啲大家平時會用嘅電子支付工具，例如轉數快或者網上理財，其實風險都一直喺度，因為而家好多騙徒都係用呢啲渠道落手。仲有根據調查，超過50% 嘅香港人喺過去3個月內收到過詐騙信息，無論 SMS、email、電話都試過，甚至有5% 人真係中咗招，蝕咗錢，金額少則幾千，多則幾十萬，甚至過千萬都有。最恐怖係依家仲要加埋生成式 AI 落場，咩假人聲、假身份、假合約、假文件，整到真係一樣，真係防不勝防。尤其係而家好多騙案唔止係呃密碼咁簡單，係直接教你一步步落去，連你自己都唔知原來已經中咗招。咁所以金管局就出招啦，知道市民日日都活喺高風險之下，單靠自己小心都唔夠，所以就推出智安全 Money Safe 呢個新功能，等大家可以自己主動鎖住啲錢，幫自己戶口加翻多重防線。賊就捉唔到，唯有要自保啦，將責任交翻俾你啦。咁到底咩係智安全 Money Safe 呢？ Money Safe 實際點操作呢？真係 work 唔 work 呢？其實 Money Safe 係由金管局推動，聯同香港各大銀行一齊合作推出嘅新防騙措施，目的就係想加強我哋戶口資金嘅保障，尤其係而家詐騙咁猖狂，算係幫我哋多加一重鎖，減少戶口被盜用一鋪清袋嘅風險。根據金管局公布，智安全 Money Safe 呢個功能目標喺2025年第4季正式推出，到時唔同銀行陸續都會加入，變相就等於全民都可以用到，絕對係一個全港適用嘅資金保護工具。當然，有啲銀行將會喺第2季頭就會初步有一個非健全版嘅智安全 Money Safe 推出，到時大家可以睇下非健全版係點樣。咁智安全 Money Safe 嘅玩法係點呢？簡單嚟講，智安全就係容許你喺自己戶口入邊將部分存款鎖住，變成所謂嘅受保護資金。鎖咗之後，呢筆錢就唔可以即時用嚟做轉賬、提款、網上購物，甚至連 FPS 過數都唔得，全部 block 晒。除非你本人親自去分行解鎖，做身份核實，銀行核實晒你身份同埋確認真係你本人操作，先至會放行或者解鎖。同時解鎖都唔係話即日搞掂，仲有個所謂冷靜期，一般大概需要3個工作天左右先至完全生效。不過冷靜期嘅長短、點樣執行、幾時開始生效，全部仲未有最終定案。即係話銀行可以決定用唔用呢一個冷靜期，應該唔係一定要執行。點都好，換句話講，就算真係有騙徒控制咗你個戶口，都唔會可以即刻攞走晒啲錢，因為有時間拖住件事，等你有機會發現問題，甚至報警處理。咁 Money Safe 適用啲咩戶口呢？基本上儲蓄戶口、支票戶口，甚至定期存款都可以用。特別係有啲人做財務策劃、長期儲蓄或者戶口內有大額現金，咁 Money Safe 就好啱用嚟幫你分隔好啲唔喐嘅錢，鎖實佢，保障佢。例如有啲人可能戶口有100萬，當中80萬係唔會即刻用嘅，咁就可以將呢80萬鎖入 Money Safe 之下，剩翻20萬留嚟日常開支。咁就算真係戶口出咗事，最多俾人攞走20萬，唔會一次過攞晒。如果嗰80萬係鎖咗喺儲蓄戶口，仲可以一樣享有儲蓄利息添，或者到時睇下銀行有啲乜嘢嘅 promotion 做啦。
而家最恐怖就係咩呢？好多時啲騙徒唔係攞你戶口一兩萬，係一下就清晒你全副身家，幾十萬、幾百萬一次過轉晒出去，到時發現已經太遲。咁 MoneySafe 就可以減少呢一種一鋪清袋嘅風險，起碼鎖住咗部分資金，唔會咁容易一次過俾人攞走晒。簡單嚟講 ，MoneySafe 就係多咗個防火牆俾大家自己用嚟保護戶口，操作上又唔算複雜，可以經網上銀行、手機 App 或者去到分行度申請，鎖幾多解幾多自己決定。但係真係要解鎖就要經過銀行再做身份核實，由銀行幫手監察住，尤其係啲老友記，咁樣應該就會安全好多。所以點解香港會推出至安全 MoneySafe？ 因為而家真係騙案太多，騙徒手法又進步得快，單靠系統監察已經唔夠，銀行都要俾翻主動權用戶自己去設定保護措施，加強戶口資金安全，減少受害人數。等至安全 MoneySafe 推出嚟之後，我相信會成為香港人理財上面一個新習慣，特別係戶口有大額資金嘅朋友，又或者一啲老友記，因為就算資金唔多，金額唔大，一樣可以擺喺至安全 MoneySafe 受保護，所以真係可以考慮用翻呢個功能嚟做長期保障。咁講完香港嘅至安全 MoneySafe，唔少人都會問，經理28係咪其實香港都係跟翻新加坡嘅玩法？新加坡又有啲咩做法啊？冇錯，其實新加坡係比較早已經開始推出一啲戶口資金保護功能，當地銀行都好積極，尤其面對詐騙問題，佢哋已經行咗幾步先。而最出名嘅兩個功能就係 Money Lock 同埋 DigiVault。咁我又講下分別係啲乜嘢，俾大家了解更加多。首先講下 Money Lock。Money Lock 呢個功能由新加坡幾大銀行，例如 OCBC、UOB、DBS 等等推出嘅。做法就好簡單，客戶可以喺自己個戶口入邊自由設定一筆金額鎖住佢。呢筆鎖咗嘅錢唔可以即時攞走，唔可以用轉賬，唔可以網購，唔可以過數。總之就算有黑客入咗你個戶口，都轉唔到出去。如果你真係自己想解鎖，都唔係話即刻撳掣搞掂，仲要等個冷靜期，例如12個鐘或者24個鐘，俾翻啲時間你思考下係咪真係自己操作，防止有人逼你或者唔小心中招。咁有咩好處呢？其實就好啱日常用戶，戶口入邊可能有啲大額現金，但又唔係成日用晒嘅人。呢啲情況下 Money Lock 就好正，鎖住佢，留翻戶口少少錢用日常支出就夠啦。咁啊，就算騙徒攞咗你登入密碼 OTP， 因為有 Money Lock 鎖住，都拎唔走啲錢。再講下 DigiVault 呢個功能就係星展銀行 DBS 搞出嚟嘅，呢個仲高級過 Money Lock。如果話 Money Lock 係鎖金額，咁 DigiVault 就係幫你喺戶口裏邊開個電子夾萬，將部分資金擺咗入去，完全隔離嘅。呢筆錢一樣係唔可以用 App 轉走，唔可以用網上銀行攞出嚟，甚至唔可以用一般電子交易。要攞翻出嚟點？唔好意思，你一樣要親自落 ATM、櫃員機或者分行做身份認證，先至可以攞得翻出嚟。同 Money Lock 嘅分別就只係獨立 account 咁解。聽到呢度，你應該感受到新加坡係咪真係做得幾足？佢哋由 Money Lock 到 DigiVault， 一個負責日常防盜，一個負責長期封存，等客戶自己選擇想要幾多層保護，彈性非常高。咁香港嚟緊推出嘅至安全 MoneySafe， 暫時睇落去就似係 Money Lock 同 DigiVault 嘅中間版本，啱啱起步，先幫大家鎖住部分資金，加強戶口安全。仲有另一個主要分別就係喺新加坡嗰邊，喺 Money Lock 底下嘅定期存款到期之後就唔會繼續受 Money Lock 嘅保護，但係香港金管局就要求香港呢邊嘅定期存款到期之後要繼續受保護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了解晒香港點解會推出至安全 MoneySafe 啦。背後就係因為而家詐騙真係越嚟越誇張，風險真係日日都在身邊。而新加坡方面其實都早已經行咗一步，推出咗唔同類型嘅資金保護功能，等用戶自己可以加多重保障，守住自己戶口安全。咁講到底，今日成個主題都想帶出一個概念俾大家，就係唔好再單靠銀行自己幫你防騙，自己都要主動出擊，加強風險意識。不過講真，無論你將來用唔用至安全 MoneySafe 鎖定功能又好，或者就算你開咗幾多個功能，鎖咗幾多層保護，始終都係靠自己平時嘅警惕。記住，戶口安全係要靠自己主動做多步，唔係淨係靠運氣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希望你睇完之後對香港嘅至安全 MoneySafe 有多啲了解。記住，防騙永遠都係要主動，唔好等出事先嚟搞。最後，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啦，訂閱埋我個頻道經理28，撳埋個鐘仔，咁我有新片你就即刻收到通知啦。仲有，歡迎留言話俾我聽，你有冇遇過啲詐騙情況，或者你覺得香港仲應該搞啲咩防騙功能？有趣嘅留言，我之後都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下。OK， 我係經理28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